日用小白熊全自動副食機去整一整嘢食先。小白熊副食機採用不鏽鋼內籠，形成最熱高壓系統，食物720度均勻受熱，亦採用綠葉刀盤，攪拌更加快捷。咁今日就整蘿蔔米糊啦。將蘿蔔均勻放喺不鏽鋼內籠，將120ml嘅水加入加熱杯度，直接將不鏽鋼內籠擺入個熱杯度，閂埋蓋，攞實，直接開機之後撳 Rise 等50分鐘。用副食機打出嚟嘅蘿蔔完全冇渣滓，啱晒 BB 啦！快啲撳入嚟 HKTV Mall睇詳細介紹啦！